好，大家平安啊！今天我们稍微晚一些哈，我们一起来看敬拜赞美诗集的302首。哦主，我真需要你。好，哦主，我真需要你。这首歌谈到救恩，我们对主的救恩那份恩典是何等的深。那我们的心中要时常感受到神的恩典是一直在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对主说：“我真的需要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摆上，不管在服事，还有亲近神的道路，或者是装备的课程，我们都恳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哦主，我真需要你。哦主，我需要你，救主恩深，谁有肉身是你，主为我行。哦主，我真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我盼主赐下恩惠，我来亲近你。哦主，我需要你，与我亲近。魔鬼若来试探，使我得胜。哦主，我真需要你，主，我真需要你，我盼主赐下恩惠，我来亲近你。第3节，哦主，我需要你，我有祸了，主若不来同居，我就狂火。哦主，我真需要你，主，我真需要你，我盼主赐下恩惠，我来亲近你。第4节，哦主，我需要你，赐我恩言，愿主宝贵应许与我成全。哦主，我真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我盼主赐下恩惠，我来亲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对主说：主，我们真的需要你。愿主你的话语在帮助我们的心，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得着神你的灵的赏赐。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来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不仅敞开，也让我们的灵能够再一次被你的灵来充满。谢谢主，我们盼望在你的恩典当中，因为亲近你而得着平安的喜乐。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唱副歌。哦主，我真需要你，我真需要你，我盼主赐下恩惠，我来亲近你。好，那大家平安。我们用这首诗歌也期待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来使用非常好听，也非常的安静。这条歌其实是台语叫祝我诗叫我欠名主啦我欠名主啦我欠名主，这真水的一条诗歌。好，咱这回来看，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其实我们大桥教会在做这个门徒训练的工作。以往我们都是用查经那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透过门徒训练的课程，是希望
不仅是一边读经，也能够让我们一起在读经当中去认识我们怎么服侍神，怎么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因为基督徒最重要是定睛在传福音的使命工作上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边读这个内容，这本的内容，那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透过圣经节，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圣经里面也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了哈。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理跟实践的东西都能够一起并行了哈，所以也期待我们能够加以用心的把这些内容能够把它内化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哈。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今天的主题我们看是20页哈，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新家人的关怀的动作，叫做邀请他来一起用餐啊。那牧师想要问各位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用餐啊？跟弟兄姐妹，节期，对不对？然后特别教会有办什么爱餐，对不对？一般我们其实说真的，普遍长老教会的信徒，比较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下才会一起用餐哦。好，那我是觉得说，年轻人当然就不一样了。好，年轻人私下也会约着就去吃饭了。好，但是当然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好，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都要去吃饭，而是说他今天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邀请这个新家人一起用餐？你干嘛讲圣经里面有讲到吃饭无？有无？我跟你讲哦，刚才路加福音内底刚才耶稣要讲道理传福音讲道理就9摆去人厝里来吃饭啊。所以实际上你会当看到耶稣伊要传福音，也是讲真理、讲道理、讲道分享信息，拢是伫吃饭的时阵啊。所以其实我感觉讲，我感觉讲基督徒我们对于这个放松的时间的掌握可以学习啦。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到底耶稣怎么用吃饭与人一同坐席的时间来亲近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也就是我们要如何邀请人跟我们，不管是跟你个人，还是跟我们的团体一起用餐，我们必须要掌握哪些重点？掌握重点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路加福音第5章29节。好，这是一个从耶稣伊呼召利未，利未这个税吏，这个抽税，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他只要谈到税吏，都不是很好的人因为他们是喜欢怎么样剥夺很多穷人，很多方面只要圣经里面提到税吏，都不是很 OK 的人。但是为什么耶稣他在第27节他说什么？他说坐在税关上，这个税吏利未啦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我觉得这个耶稣他跟这个利未说：“你跟从我。”我觉得这个动作，他说这句话很特殊啦。我觉得我们在带新家人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常常有这种心态还是我们是照着牧师交代我们去关心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去啊。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跟领导者，对不对？那我觉得耶稣他跟这个利未讲说：“来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在某一种身份跟能力上的某一种特质，至少耶稣让我们看见了，对不对？所以有机会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要去针对这个21个领导特质的品格我觉得我们这个礼拜也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好好认识。29节，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来，我要问各位为什么我们要跟人家吃饭？因为吃饭
我们跟新家人如果好朋友哈，我是感觉像迄个啥，今嘛当下来咱教会无偌久的在新朋友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小组哈找时间就约他们一起去吃饭。我觉得那关系绝对会突破，而且会变得更好。至少我们青少年都是这样做了。青少年几乎每次我跟我们有预算嘛，所以我们就说礼拜二不管怎么样就是吃饭，好，子安你无论如何你就是弄饭给他们吃。我们之前是每天呐，但是后来很难掌握分量。好啊，我发现哦，这个我相信我们吃饭哦，子安，你觉得吃饭有没有比较好讲话？好，一定会比较好讲话。不管是轻松的讲、严肃的讲，都比较好讲话。但是你若无一个特别的这种安尼轻松的这个环境讲真的你要甲伊讲福音，要甲伊讲伊的问题你有当时要甲讲会感觉讲是不是会感觉讲足严肃啦，甚至会伊感觉讲种凶掉。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税吏他是会带着其他的带着罪人一样跟随的人。可是呢，他是会怎么样？当我们邀请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我们的新家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传福音，因为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会让这一个人产生怎么样？也帮人讲过呢。有当时咱教会拢无咧好款待人啊，所以人回去安怎？伊介绍讲这间教会好，没啦。像今天我们有这个携手爱无限，对不对？今天来了几位？今天才7位，对不对？没关系，很好，有人就有来就好了。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名单，我们都是不是我们去联络的是区公所帮我们去联络的请伊来的所以那是区公所那边一开始那拢是因的责任不是咱所以因的来几个在地，我觉得不是来了多少，而是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让他留下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熊跟苏会长老，我们好几个礼拜我们就在讨论，我们要培养出什么样子的责任，对于慕道友，对于新朋友，我们教会是一直要为了那一些他明知道自己都知道该怎么样亲近神，可是他偏偏就是在很多的问题一直在产生的时候，我们要对焦在哪里？我们要好好的不要被这些受影响，但是我们不是放弃他，我们依然怎么样为他祷告。但是教会这些新朋友怎么办？那有热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圣经里面法利赛人30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和门徒发怨言你看，吃饭的时阵的发怨言讲啥？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啦？我跟你讲咱要跟遐个无好的人做伙同款，嘛有人会感觉。我牧师一直有咧跟人讲是安怎咱的教会就爱有当清棍歹人爱有迄个能力因为有侪要无信主的未信者，伊需要福音，但是咱有当时看到安尼人，咱惊甲皮皮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知道耶稣，你看31节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所以咱拢已经是对罪人，然后悔改加罪主的义路，对不？咱哪会当搁安怎欢迎遐安怎好人入来，但是无欢迎遐歹人？了解我的意思不？那是颠倒了啦。所以咱会记得我们的目标教会无论如何，我们都欢迎好人、义人、有善心、有能力的人，但是我们教会绝对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去接纳贫穷人，即便他看起来就是要骗教会的，我们也要接纳他。可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懂不懂？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你嘛无智慧行到皮皮出，搁你还咧黑白讲话，袂使。我们要有能力，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在彼此提醒当中，让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你教会靠有迄个能力啦，无教会敢若惊就惊死啦，死的拢啥物人？拢牧师甲头前咧烧台的这中级了解无？最后咧，牧师太太是中级
落任了，讲我不爱做啊，我不爱做啊，牧师走啊，啊，遐会友看讲啊，拢无人要啊，我嘛要来离开教会啊，了解我意思无？这就是过去的心态的教会，所以咱来了解哦，教会袂使阁用这种的心态在看教会，教会嘛袂当用这种心态咧看做咱所咧做的事工。教会事工，如果咱的会友有这种的念头，有这种观念想法，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要鼓励他，我们要激发他的爱心，激发他的能力。所以本身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你要成为一个有热情的人哦。你要邀请人跟你吃饭吼，你要热情诶，牧长了，我感觉你足慷慨，教会若事工吼，一个欠讲，哎，这我家己负了啊，咱有这种慷慨的心吼，我跟你讲，你甲用伫倒位？你甲用伫迄个当下来的朋友兄弟的身上，你让带迄什么即摆当下来？什么人？黄先生对无？那让带伊去食一个饭，互伊你讲，伊讲毋免啦，歹势啦，食什么饭？无啦，我有机会带你食饭，你去嫌我看我食饭哦，咱做伙食一饭，另外有机会咱较。互相各付各的，伊一礼拜礼拜六伊当下甲你讲了尔，无啦，因囝去参加一个告别式，这个告别式是因为因囝的同学，因为轻生离开世间，所以因爸爸就是陪因囝做伙去甲伊参加伊的告别式，所以我感觉咱这个兄弟是做有疼心的人伊对，我嘛无咁问。住伫遮尔，东桥遮，伊住伫东桥。北区。北区对北区，我讲毋对，伊起埔，是。对。咱老百姓60岁是当今的义务了，对不对？是。现在现行来讲，税率就是最。毋是因为我个人的看法啦，因为。人受教育较低啦，政府国家若无好的管制，你想看觅去共抽税的人，伊安怎？伊一定加油添醋嘛，对无？这有可能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抽税的人为什么会或者人民过人怨？这是有原因嘛。因为若一个百姓的百姓感觉讲我讲的税你抽税来，搁来啊，搁要来摕我的钱啊。不管安怎啦，伊就算是摕伊应该摕。咱若上帝就讲，咱要来咱收效啊，拢心情拢袂介好啦。其实因也是替这个政府对，并毋是伊本身，对，所以咱看撒该嘛是一个例嘛，对无？毋是逐个人拢有伊的不足甲软弱，但是耶稣要爱世间人，知影逐个拢平等，拢是罪人。若无透过耶稣基督，无人会当得到救。所以。加用抽税啊，像咱你若讲照讲公平，伊遐落无一税呢，就写落无一税。像你搁咱调啊，咱落税，咱税讲来，咱税讲来，咱毋使落税。较早人钱啊足爽中，伊要提钱要做哪做？我感觉耶稣伊咧帮助伊咧帮助人民咧面对家己啊。伊咧教导遮个抽税的人，也是讲法利赛人，也是遮个罪人，拢是咧甲因讲，我来，恁到底恁有需要，恁的生命欠缺的需要无？伊大部分咧是讲这啦。譬如讲法利赛人，伊拢会讲别人嘛，对无？来找耶稣的人，伊就希望得到。所以，这个恢复本的圣经咧讲这个立位他其实他内心对是渴慕的哦。所以，这个恢复版的圣经，因对这个立位的解释叫做蒙恩的人啊，蒙恩的人啊，因为伊邀请耶稣来嘛，对不？但是伊伫伊身躯边还有一寡朋友，像法利赛人，个抽税一遮的人，法利赛人甲文士。拢含即个立位，拢是一个拢好朋友啊，所以毋可以做伙食饭。但是我感觉我要讲的重点是啥呢？食饭要创啥？就是讲食饭，咱要讲福音嘛。注意我咧讲的毋是讲咱要招人食饭伫遐车花宴乐，毋是建立你的势力，毋是。
我要讲的是讲耶稣伊咧做的就是看人食饭咧讲福音嘛。所以我嘛常常咧会甲自然讲，我自然咱看遮个囡仔做伙食饭吼，之前吼，阮就为着啥物呢？为着囡仔因食遮个拢啊淡的，咱当工吼，款到要死，忝到要死。我讲咱就甲伊教，你了解我意思无？爱甲伊传福音嘛。我传福音毋是讲看圣经会晓祈祷，毋是遮个啦。教导伊好的品格，教导伊堪你建立关系，甚至互伊知影爱做啥物代志。我感觉这就是像我礼拜日讲的嘛。咱教会，咱爱栽培咱的会友、信徒，特别是遮社青青年啊，未来拢是教会调教呢。教会调教若无一个礼貌，我讲一个脱坦白的，一个礼貌这是上基本的哦，对不？哦，咱拢知影哦。但是这个礼貌，你若我希望讲哦，咱长辈做长辈，咱来开始。这个礼拜日吼，我讲这个小会长咧，伊甲我回应，伊讲牧师，我带恁囝吼去甲逐个人添水啦，添地啦。我讲对，毋若安尼。另讲你著去招遮老师去做，就是讲咱教会爱培养一种文化，以身作则。吼，你若感觉讲这个礼貌足重要，我系讲你讲礼貌就足无好学的。咱拢伫教会拢敢做工，但是咱无咧注意什么人伊的行为有对咧做无。所以我感觉讲咱即摆做事工爱观察我们做事的时候旁边有没有人跟着了。如果没有人跟着，我甲你讲，你咧做白工。我讲坦白咧，上帝拢知影咱的心要做工嘛，但是咱做的工，咱敢若做互上帝看，毋是咧互人带人，互人看着讲，为什么你会当安尼遮热情咧做这工啊？为什么要做这啊？有福气啊！来，对我来。所以我迄当时我甲这个中南中选，我拢一直拢安尼，恁要对我一定甲你教，就是希望讲恁得到利益，互恁得到造就。所以因即马我毋免讲啥，因就是甲我对的，对啊。我若有机会看无有时间，伊就甲我对的。所以我感觉咱教会爱培养，我们做小组长，我们就是看，然后去看观察每一个人他怎么跟着你。啊，你若开始有感觉有人会对你啊，代表你的魅力跟那个什么特质就出来了。好啊，所以我歹势吼回归咱因为还有几段圣经站吼，我已经来带咱做伙来看吼。所以邀请伊来做伙用餐吼，你要邀请一个人吼，有足最重要吼。咱来先了解这个真理啦，来了解耶稣伊邀请人来食物件，是最主要，伊是要安怎？伊要爱做人，有病人安怎来找医生啦。好啊，所以吼，我感觉讲，我觉得我们也适可以把自己吼，不能在世上当真正的医生吼，至少我们在很多人心灵上面吼，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信主耶稣的人吼。要不要有能力啊？要不要有信心啊？要不要有盼望啊？要不要有喜乐啊？要不要有自信啊？要不要？要呢。所以那个牧师很鼓励我真的很鼓励我们每一个服事同工，不要看清自己的服事啊，不要为自己没有能力的事情找借口啊。我再讲一次不要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要为自己的软弱向神求能力。我跟讲一摆不要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好啊，牧师伫做这时阵呐，看兄弟姊妹，特别是服侍当中，那拄到问题的时阵，拢通常会先想起家己发生什么代志，然后家己发生的代志起来讲啥？牧师，我无法当做这啦，我无法当做迄啦，因为我厝里安怎。千万唔通，我拢一直感觉上帝爱咱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上帝给咱的生命，就是爱对家己的生命、对家己的服侍爱负责任。你唔是对我负责任吗？你是对上帝甲给你的生命负责任嘛？好，我再讲一摆，咱是对家己的生命负责任。好，所以我们回到这里第一段就是讲到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会打开生命的，就像这个利未一样。对不对？好，我们要学习打开，才能够邀请人一起共餐哦。共餐当中，我们要学习要去传讲福音哦。要传讲福音。第二个，路加福音第7章，我们一起来看第7章36节。
好，咱知影这个有罪的负责人吼，一个查某人伊是一个罪人来到耶稣伫这个法利赛人吼，咱看36站吼，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哦，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做席哦。对家吼，咱知影吼，法利赛人耶稣到时常牵面做伙，行做伙。通常是法利赛人对耶稣对做伙啦，吼但是咧，我要问你吼，咱身躯边敢有迄个像迄法利赛人这种人，有无？有啊，较有嘛有对无？伊若要招你食饭诶，咱敢会想要去？通常咱拢袂爱啦，吼，因为这种人我敢若有跟较袂想要招人食饭吼。但是我甲你讲，咱若有法度吼，会当吸引人，会当想要招你食饭。想要牵你讲话啦，莫讲食饭啦，至少下茶嘛好，啉咖啡拢好啦，吼。所以吼，这个我说，迄个我伫长子群组讲，下个礼拜，这个咱的薛大哥有无？薛文生因查某囝梦玲，吼，我无输嘛讲咱若伫小组内底，咱毋知要怎关心这种人，吼，对无输就对啊，咱就行，吼，做伙来，吼，包含子安嘛是会当对阮做伙来。含伊做伙来啉一杯咖啡，含伊讲话，含迄个你无识的人，吼。其实我含小丁拢已经做识的，吼。其实我无输真鼓励吼，真鼓励。咱若感觉迄个，你感觉无识、无啥甲含伊讲话的人，咱拢会当甲我讲，吼。咱想一个办法，要安怎找时间招伊去啉茶，吼。因为咱小组，我感觉这个动作吼，我感觉招去探访的意思是共款啦。但是我的意思讲，咱招来啉茶，吼，你啉茶中间有机会就当闲话家常，吼，你会记像这个之前吼，我会记何主席伊当来咱大桥的时阵有无？伊迄时阵伊做什么动作？伊招咱所有中职无伫旧礼拜堂哦，有无？去伫迄我角仔遐有一间咖啡厅，有无？迄是伊朋友开的，所以你会看见一个人伊的特质吼，迄当时是咱教会当下咧行小组啦。所以吼，我感觉讲，这种特质是足重要。这种人伊有这种的心性，伊在做代志，我相信伊对福音的负担就会足热切啦。好，所以咱看这段圣经站吼，你看耶稣就到法利赛人的厝里去坐啊啦，所以嘛是去遐食饭啊。吼，所以咱知影伫这内底，我看卖哦。好。你看47节吼，耶稣讲啥物？耶稣讲，因为有的人吼，有的人讲啥物啊？第几节啦？迄个彼得，西门彼得有无？伫第几节？我看一下。第40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讲啥物？我有话想要甲你问吼，甲你讲。西门讲啥物？讲老师啊，请讲。耶稣说，一个祭主有两个人欠伊债，一个欠50两银仔，吼，一个是啥？欠5两，吼，请问吼，两个人拢无钱通去还啦，祭主吼，当开恩吼，两个人拢免还啊，请问这两个人吼，倒一个佫较疼，佫较爱伊啊？西门彼得讲，就是迄个得到稳定较济的人啊。来哦，咱即摆来看哦，莫看这哦，咱即摆莫看这哦。咱要去请人食饭，咱会想啥？咱大部分基督徒拢会想讲，他配得我去请他吃饭吗？这种人配得吗？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办携手爱无限，我听到我们的同工跟我分享说，有人提醒我们说，有很多人是仗着要欺骗教会来取得那个什么救助金的。我认为，咱基督徒爱学习这个功课。耶稣伊咧提醒彼得，你看法利赛人吼，法利赛人因咧讲这个查某人用这个香膏吼，讲我破去洗耶稣的头，对不？这罪人呢？这查某人罪人呢？但是耶稣是讲，
两个人拢是被赦免的，两种人拢是被赦免的，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这个查某人有罪的人。但是什么人得到上大的恩典？伊咧讲这50两囡仔行上济是什么人？是这个有罪的查某人啊。所以咱看外口无信的人有一天无信的人，伊有一天信主啊。但是毋是伫咱遮啊，但是伊搁对咱遮得到伤害的时阵，罪重啊。咱对上帝，咱会亏欠上帝。所以咱来了解咱来好款待每一个来到伫咱中间的每一个人，就算有啥物款的心机，我讲感谢主咱的同工邵会长了，伊目睭眼神看得足清楚，啊足敏感，伊知影什么人伊要需要啥伊知影什么人伊的企图是啥伊马上会甲伊教，佮甲伊讲，咱毋是安尼，咱着爱安怎样？所以你看这个金蛋节，你有看金蛋节他的学习跟上我们教会信徒的脚步是很快速的第一礼拜可能身躯啦，安尼小可无介整齐；第二礼拜甲咱嘛是安尼；第三礼拜无共啊，因为咱的同工迄个小会长咧摕什么摕几领什么衫可能无爱衫整齐好的，就摕互伊穿，伊真欢喜，甚至伊家己教导讲，你得安怎做。所以我感觉讲，咱本堂的这个21个领导特质里面，伊有讲到一点，伊讲咱要做一个领导者你要先看讲有人在甲你对无啦？那无人在甲你对你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你只是在做事情而已啦。所以我感觉真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咱既然领受这个福气遐尼济，咱是安怎定定去跟人计较的？计较迄个无应该计较的，所领受到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信徒我们的教会才会健康所以这是第二段圣经节下面有罪的人，这是耶稣所咧做的工课，因为伊有下面人的权柄权柄所以我们有没有赦免人的权柄？有没有？有啊，我们也有赦免人人得罪你会当下面伊呗？你敢有权柄？有啊。除非你讲你无要赦免伊，敢毋是？上帝爱咱用疼去疼伊，就是爱咱有用这种的权柄去疼这个人，互伊得到赦免、饶赦嘛，对不？所以基督徒毋是无赦免人的权柄但是得救无得救，这跟赦免佫无共啦，还了解无？赦免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咱着爱互相彼此赦免。所以我会记得我妈妈这前阵我妈妈牧师嘛无做爱讲一寡迄话，互人无介欢喜听的话。我讲妈妈，你茫安尼啦，你讲遐话我妈妈有讲一句话，我知影你讲的啦，互相彼此赦免。我就无讲话因为我的心艰苦，我的心堪做听到我妈妈的人的心同款，阮并无彼此赦免人。所以我终于了解讲，耶稣伊是安怎迄种看到人的生命伫罪恶中的时阵，无法度通得到讨放的时阵，无法度得到救。但是咱基督徒却一直伫迄个罪恶中间，无愿意安怎去行出来，迄较是真正危险啦。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所以耶稣开始讲，所以我甲你讲甲彼得讲伊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了。你有看见咱有会友无？那听到牧师讲一个啥那听起来跟他针对伊就无要来啊。我告诉你在他的心中爱不够，懂吗？彼此赦免。我不是讲牧师，不是讲我讲的拢对。但是有可能我讲的拄好是讲到你的时阵，请问咱若中一听到牧师你甲咱讲，咱敢会讲牧师我不爱来啊？会袂？袂嘛？为什么？为什么？如果牧师所讲的，可能讲到是我们的弱点，对，那不需要改。对，
那当你愿意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因为我们自己的爱是足够的。你爱你自己，对不对？你期待自己能够改变嘛？但是有些人他不会，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些人他没办法爱别人更多？因为骄傲。所以你去看那一些，只要发现牧师，不管是我还是哪一个牧者，讲到一个痛处的时候，这个信徒如果不来了，大部分你去观察这一个弟兄姐妹他的个人形态特质，大部分是什么？他的品格特质是蛮骄傲的，他的心，他的讲话，他会比较刚硬的，有没有？好，这其实你看有哦，你也看有哦，所以好啊，这简单吼，小可陪陪啊，互咱了解为什么耶稣伊安怎去甲人的刀，吼，包括这法利赛人的厝，伊嘛相款嘛是咧传福音啦，吼，对彼得传福音，啊嘛对这的法利赛人嘛咧传福音，互因改变观念。所以其实我感觉讲，咱看人食饭吼，不是白食的哦，好，所以这礼拜我们子安去打羽毛球哦，我也一样在问哦，我说啊，你们去打羽毛球，大家有没有彼此有没有讲话啊，有没有互动啊？有，我们今天有互相介绍，彼此介绍，认识彼此，那就是福音有达成，好，关系有建立，只要关系建立，就是一种福音啊，好，所以关系没有建立，那就是大问题。好，第三个，咱来看第三段哈，路加福音第14章14章第1节。好，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有没有？他们就窥探他，然后呢，在法利赛人就在窥探耶稣了，在他面前，第2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是伊的体内积水啦，肿胀的人啦，那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或不可以啊？对不对？嘛是咧传道，有无？啊，去人家一定是食饭嘛，有无？去首领家厝里食饭，啊，结果嘛是搁咧传道啦，所以其实牧师很鼓励各位虽然我们去到人家家里好像那是人家的地盘啊，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未来我们要走小组，走到是能够进入家庭一定我们的领袖一定要有能力怎么样？要把他的家里面不管是你自己开放你自己的家，你自己做领袖，或者是只要是你是做一个小组领袖，你一定要有能力怎么样把焦点拉在自己身上，然后怎么样去传递讯息啊？这是最重要。那像牧师敢会去甲人家啊，歹势啊，你今日来到这，无咱请这个主人来甲咱讲几句话，袂使，有可能看会甲咱讲今日的信息，会使袂？袂使嘛，对不？我因为迄是一个礼拜。迄是一个你做一个牧者，但是今仔咱若小组长我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去到我们家里，去到谁的家里？你是小组长，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预备好你要预备好，我要来遐传福音互我这小组员伫即摆的组织食物件的中间关系建立，甚至互迄啥信用无介在的人安怎，互伊得到福音。佮当啊信的人，当啊来教会人，所以迄个食饭不是凊彩食的迄食饭是有咱爱祈祷中，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小组我除了咱之前问咧讲会当出去行行的，我感觉讲咱即摆会当开始来想看卖啦小组咱会当怎做伙食物件，做伙食的中间恁咧做啥物？会知做啥物代志，当对福音有帮助的。好，所以圣经伫遮咱来看这个第12节、12节对12节咱来看12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什么？他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了，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咱亲人朋友互相安尼请来请去会安那？
我即马请你，你会搁安怎？后另抓你又搁要请我，就回来回去啊！这种的福气吼，耶稣伊讲啥？伊讲哦，到时你家己咧回礼啦，拢咧做回礼啦吼。伊讲啥？第13节，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啦。所以你觉得我们教会这2个礼拜所做的有没有福气？有没有福气？非常有福气的。我们这个礼拜小组的时候，邀请各位小组长带着这段圣经节带到你们的小组去，教导我们的小组员一起认识圣经的话。你看耶稣一去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厝哦，吃饭哦，但是伊竟然对迄个请伊的人讲哦，你这后摆办这哦，唔通请这你的亲人朋友，大家拢熟啊。拢一只安尼讲笑、讲东、讲西，无造就人啊，吼对无？有无？安尼安尼，伊讲伊外交，伊讲伊外交，有无？这毋是敢毋是咱基督徒常常自己拢会做的代志吗？敢毋是？咱拢足少欠亏去安怎？咱含迄个善价人，含迄个有需要的人，加讲寡话，咱讲足少。所以我讲福音讲袂出去，传袂出去，我有原因的啦。吼，这种有原因的。所以食饭有要请食饭有重要无？足重要的，甚至迄对咱来讲有一个足侪的梦想，足侪的机会，咱会开始去想。吼，所以这真好。第14章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什么意思？这个人无什么通好报答你啦。所以，这个人伊会安怎？你要甲伊教啥？你要互伊传什么物件？伊会听袂？来，咱譬如像金蛋节，对无？咱这个姊妹，伊什么拢无，真趁食，身体阁歹。当伊来到教会，伊得到福音，得到有人会当陪伴伊，得到有一个资源的时阵，有一个观念的时阵，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然后伊安怎？伊无啥物通好报答你，所以伊只有安怎？伊顺服。伊顺服的过程的中间，就安怎？就成做一个义人、委身的人。有当时之前是拜六参加花语礼拜，礼拜日来，吼，伊无做啥。刚才有个人就讲，伊要来趁一个食一顿饭的啦。我甲这个人讲，嘛好啊，吼。咱会当帮助一个送乡人，互伊有当饭通去食，互伊会当啦免得邀饿啊。所以吼，我感觉讲这是一个，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听的人应该爱有的啦。好，牧师你在讲这个，以前在小组就有人讲过，对。可是哦，你会发现哦，当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一个人有讲的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不舒服。也有可能他是心里面有爱心的，他也不觉得不应该这样，他也觉得这样是不应该的。可是当他讲完之后，互相就会影响咯。这个人就会说，这个教会这个小组不好，对不对？所以我感觉讲教会没有什么我觉得啦重要就是帮助穷人，帮助真实有需要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福音啦，这嘛是真理啦。人要安怎帮助伊，互伊得到臃肿，佮有能力，这就是靠咱的能力啊。靠什么能力？领导者，咱得爱培养咱的信徒，成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所以牧师鼓励咱这本册，你的21个领导特质，不管你看有看无，你要备办心。很浅，很简单，因为它很快，它段落很清楚，而且它讲的很好的故事，很好的话语在里头，真的会激发你的心，让你学习怎么样去看你自己。它其实这本书它讲的是看你自己的，伊不是咧看你要安怎做哦，你要好好去想伊这本册咧讲啥，做有意思。所以阮这牧者，阮今仔日是牧师甲牧师娘，牧师娘伊嘛头一摆参加阮这个活动，跟阮做伙
看这牧者做伙上课，所以阮伫迄中间拢体会真深，嘛，阮这牧者伫牧会顶面有足大的鼓励，啊，所以即礼拜我嘛拄啊，因为拄啊牧师我去带敬拜，我拄啊成煞邀请少崇、嘉兴个中南，因拢会当做伙来，嘛做伙来听，所以咱教会其实我感觉咱教会上帝足听咱，咱无需要人，上帝是慢慢的把人带进来，所以咱来比班对好，甲牧师对好调，阮有啥物不足的所在，请咱大家互相原谅，彼此鼓励甲提醒，安尼我想咱的教会团队会哪来哪勇壮好，另外一段圣经站咱来看路加福音书第19章第19章，路加福音19章5到10节这是我们刚提到这个税吏撒该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当牧师打电话传讯息到会宴小组给这个梦玲的时候，你知道梦玲他就私赖他是私赖他没有他在群组他说 OK。然后在私赖，他就跟我讲，牧师，他还提醒我，我原本是约这个礼拜，结果我忘了，这个礼拜教会比较忙，他还提醒我。这一次他跟上一次不一样，去年他是说，牧师，你不是说要跟我吃饭，怎么不见了？他是有一点好像调侃，可是这一次他不一样，他说什么？他说，牧师还记得要吃饭吗？对我赶快就回他，不好意思，这个礼拜我们真的。教会比较多事太忙忘记了，跟你改下个礼拜2，然后他也很乐意，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有机会真的要好好的善待每一个他们会邀请我们、期待我们跟我们一起去用餐的人。实际上福音真的很容易把他带到他的生命里面去祝福他所以圣经里面呢，他说，我们从19章第5节耶稣到第7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了。我告诉你这种话不就像我们刚刚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帮助那一些人呢？对不对？那一些人这么样糟蹋好像在抢夺偷取教会的资产，偷取教会的资源。我要告诉各位，有时候我们有这种心理的时候，就跟这些人是一样的。不要这样想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跟你讲你若有一天耶稣跟咱讲，救恩无伫你的生命中，无伫咱的教会的时阵，那是何等大的侮辱！甲得罪上帝呢？了解无？所以咱的信徒，咱若无甲伊讲这个物件，咱得罪了上帝是何等的深啊！所以我感觉耶稣伊讲这句，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呢，他不是讲你们讲的他是罪人的问题，他是说救恩已经临到这个家了，因为他愿意接纳我到他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的爱、救恩带到有需要的人生命里面。这是今仔日咱做这个邀请人，来做伙吃饭的目的。我再讲一摆咱要邀请人做伙吃饭用餐的目的，就是爱将救恩、主的救恩带到伊的生命中间。不是凊彩吃饭的你问等于讲牧师教阮讲爱请人去食饭你无讲后边迄个救恩带到伊的厝安尼唔对伊所以我们今天总结，我们邀请人，我们也期待每一个跟我们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能够领受这份生命的造就训练课程。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学习敞开的心去接纳更多的需要主福音的人。好，那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代祷
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的长子团队同工来祷告，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把上帝国的福音带到有需要的人的生命里面，不管在我们的服事上，还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对我们的信徒做好的教导跟陪伴。好，我觉得不是我们单纯带领他们做个聚会的一起的聚会，或者是一起聚会的结束，然后一起做个祝福祷告，就仅此而已。我觉得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把福音真理，还有把真实的领袖的特质带到他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愿意从你的生命的话语、生命的建造的工作摆放在神你的国度的福音里面。主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更恳求神来赐给我们能力，祝福我们，让我们学习不仅是自己在教会里面领受装备，我们更需要能将神你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分享出去。我们要邀请更多在我们身边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享用这个美食，就是我们生命的祝福、生命的恩典以及生命的救恩。主啊，当我们愿意跟人一起在用餐里面，在分享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激发神你所感动我们的生命的真理。主啊，求主你将那福音带到我们生命里面，不仅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也祝福每一位聆听神你话语、期待生命改变的弟兄姐妹基督徒身上。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灵充满你的教会，也充满每一位在观看直播、每一个在受装备、愿意委身顺服的儿女身上。主啊，当我们有一颗愿意委身顺服的心，我们才得以能够进到神你的面，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我们仗着自己有能力，但我们缺乏谦卑的心，我们缺乏委身顺服的心。我们恳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守警醒祷告的心，也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心学习敞开，把我们生命所领受的救恩、恩典以及生命的福分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神你国度的平安与喜乐。主耶稣，谢谢你透过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学习，来邀请新家人跟我们一起享受用餐，不仅是实体的用餐，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习把神你救恩的福音也能够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享受与主你一同享受宴席的快乐。主耶稣，我们现在要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主你亲自保守我们回去的脚步，让我们在服侍你，在我们跟随主你的脚步上，能够越服侍越甘甜，越走越有力量，越走越有喜乐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